在咧新闻带乡亲来去观光，平话七米有一个真水、真水的观光景点叫双心石湖，去看过人知影，真正有够水。这去百外冬啊，这是利用流水南流甲靠流来掠鱼仔，要么买手失去功能。即摆上大的价值是啥物？就是观光。要么经过修理了后呢，功能又搁恢复啊，一摆会使掠几啊百尾，俗称这个平湖叉鱼的高级鱼啊，叫拉轮，话讲青柑。这个双心石湖湖水嘛真慷慨，开放互趣味隔壁做伙来掠。替大家加菜。较紧的哦，附近的居民足无用的，大家摕水桶甚至是摕网仔来掠大鱼。因为8月20下晡时，有民众发现讲，伫平湖著名的观光景点双心石湖，有几啊百条，人讲是平湖叉鱼的高级鱼种拉轮。对较悬的所在，就当看到内底有的鱼，全咧流来到石湖当中。湖主嘛真慷慨，互大家来掠鱼。你看这个阿伯掠个真欢喜。去年跟今年都相同，大概是这个时间呢，有这样子的一个渔获呢，我也觉得说很高兴。这也代表就是说我们的海洋富裕啊，可能有这个一段时间的这个进步了。其实这石湖百万里进前就有啊，是利用调息中体原理来掠鱼。过去因为海洋资源减少，加上长期受大影影响，造成石湖部分受损，失去功能。但是修复了后，这两档石湖不但是带动平湖7米岛的观光发展，还佫会发挥掠鱼的效果，互大家拢讲这石湖真正是水佮好用。